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照顧屋企嘅長者係一份充滿愛心，但亦都好有挑戰性嘅工作。好多時，我哋因為唔清楚正確嘅技巧，唔單止令長者唔舒服，自己都好容易受傷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會用最慢、最詳細嘅步驟，帶大家掌握居家護理嘅5大核心重點。建議你先將條片儲低，跟住我哋嘅動作一步一步嚟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第一部分，扶抱同埋輪椅轉移。我哋會示範點樣安全咁將長者由床移到輪椅上面。步驟1：準備輪椅。將輪椅擺喺長者健康、比較有力嗰邊，同床呈45度角。記住，一定要鎖緊輪椅迫力，並將腳踏板收埋。步驟2：協助坐返起身。先叫長者側身，對腳移到床邊。照顧者一隻手扶住膊頭，另一隻手扶住膝頭後面，利用槓桿原理，慢慢將長者扶坐起身。步驟3：準備企起身。等長者喺床邊休息1分鐘，確認冇頭暈。照顧者雙腳擘開，用自己嘅膝頭頂住長者嘅膝頭，防止佢哋冇力滑低。步驟4：轉移坐低。雙手環抱長者條腰，數3聲，借力等長者企起身。以你嘅腳做軸心，慢慢旋轉身體，等長者個囉柚對準輪椅坐墊，緩慢坐低。最後放翻低腳踏板。第2部分，餵食技巧同埋梗塞處理。錯誤嘅餵食姿勢好容易導致吸入性肺炎。步驟1：正確餵食姿勢。長者必須坐直90度，個頭稍微向前傾，即係微低頭。照顧者餵食嗰陣，視線要比長者低，匙羹要由下往上送，咁樣可以逼長者低頭吞嘢，防止食物入咗氣管。步驟2：一啖一啖慢慢嚟。匙羹每次只係裝半滿，一定要確認長者將口入面嘅食物完全吞晒，先至餵下一啖。過程中多啲鼓勵長者細嚼慢咽，特別注意梗塞緊急處理。如果長者突然之間講唔到嘢，呼吸困難，雙手捏住條頸，呢個就係梗塞。如果長者仲可以咳，請鼓勵佢用力咳出嚟。哈姆立克法教學：如果咳唔到，立刻實施哈姆立克法。企喺長者身後，雙手環抱腹部，一手握拳，大拇指嗰邊擺喺肚臍上方，另一隻手抱住拳頭，用力向內而且向上快速推擠，直到異物吐出嚟為止，並立刻打緊急求助電話。第3部分，預防跌倒。跌倒係長者健康嘅頭號殺手。預防跌倒要由環境同埋日常動作做起。步驟1：清除環境障礙。保持屋企通道整齊，拎走地上所有嘅電線同雜物。地氈邊緣一定要固定好，防止跣親或者絆倒。步驟2：着合適嘅鞋襪。喺屋企唔好着鬆身拖鞋，更加唔可以只係着普通襪行路。請為長者準備尺碼合適、包覆性好而且防滑嘅室內鞋。步驟3：起步3部曲。長者起身或者企起身嗰陣，記住3個30秒原則。醒咗之後喺床上躺30秒，坐返起身之後喺床邊坐30秒，雙腳落地企穩30秒，確認冇頭暈，先至開始行。第4部分，預防壓瘡。長期臥床或者坐輪椅嘅長者，如果皮膚長期受壓，好容易潰爛形成壓瘡。步驟1：認識高風險部位，特別注意骨頭突出嘅地方，好似係尾龍骨、腳踭、肩胛骨同埋手肘，呢啲地方需要重點保護。步驟2：定時翻身。臥床長者必須每2個鐘翻身一次。側臥嗰陣，可以喺背後墊個軟枕頭撐住，並喺2條腿之間夾個枕頭，避免骨頭互相摩擦。步驟3：保持皮膚清潔同乾爽。如果長者有失禁情況，排泄之後要立刻清理，保持皮膚乾爽。每日檢查皮膚，可以搽適量乳液保濕，但記住唔好用力揉搓已經發紅嘅皮膚。第5部分，協助沖涼同埋魚刺技巧。浴室係屋企最容易發生意外嘅地方，安全嘅設備同正確嘅流程非常重要。步驟1：坐姿沖涼。
強烈建議等長者坐喺度沖涼，準備一張穩陣、有靠背嘅沖涼凳。照顧者喺沖涼之前，先用自己嘅手背測試水溫，確認暖度適中。步驟2：由遠到近沖水。沖水嗰陣，先由遠離心臟嘅部位開始，例如先沖腳，再沖手。等長者適應水溫之後，再沖洗軀幹。洗完之後，立刻用大毛巾包住抹乾，避免着涼。步驟3：如廁安全。座廁隔離一定要安裝堅固嘅扶手，協助長者去廁所嗰陣，引導佢哋一隻手扶住扶手，企穩咗，再緩慢坐低。離開座廁嗰陣都係一樣，先扶好扶手再企起身。以上就係長者居家護理嘅5大重點。居家照顧需要好多耐心同細心，但都唔好忘記照顧好你自己嘅身體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請幫我哋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有任何照顧問題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我哋下集片再見。